生意就真像是最近外国旅游的市场真大，航空公司一间煞一间成立。那有新的星宇航空，另外台湾虎航嘛扩大机队的规模。华航今年嘛要招技师，市场的技师会当讲真正气。那受飞行校校发觉讲，去年飞行的技师罢工的代志了后，有更较侪少年家注意到技师这份头路，平均册月级拢总有256000块。不过因为航空公司招技师录取率敢若1%至2%。有一寡人甘愿家己开230万来报名学驶飞行机，摕到飞行机的资格了后，再搁去航空公司来引头路，安尼会当增加录取率。可以再高一点，大概5度的那个位置。手放伫咧操作杆，目睭搁看着电脑，不时搁爱来调整油门，一个甲一个。即马飞行学校是愈来愈热。来说，我们大概从今年年初就有看到整个市场很明显的大概20%左右的一个成长。最近航空公司一间一间开，毋但有新开的星宇航空、台湾虎航嘛扩大规模。华航今年更加要重新来招募技师，即嘛市场上对技师的需要来增加，搁加上去年华航技师罢工的事件了后，有真侪少年人注意到技师这份工课，平均册月计有25万。民众若想要做技师，目前有2种方式，头一种透过航空公司的招募，刻入去录取的机会只有1-2%，也是家己报名飞行学校来训练，摕到飞行的资格了后，再来航空公司应征，录取的机会会当提高到10%到15%。但这2种方式费用是差真多，航空公司训练毋但免付钱，阁会当领到每个月差不多2万块的生活费。若伫外口的学校来训练，就要来交230万左右的费用。毋过，伫咧航空公司训练是有台调的制度，每一届拢有2-3成的人无法度顺利来毕业。飞行学校家己来训练，就较无时间的压力，两个相比，加上袂歹的月级，互袂少人愿意开更较悬的成本来报名飞行学校。6月份也拿到越南民航局的这个认证，所以整个把就业市场都打开来了。国内有部分的飞行学校嘛注意到这几年来加了越南的航线，更加积极咧开拓市场，替学员找更较侪机会，嘛为台湾培养更较侪新的航空人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